今年會考有4個女狀元，當中3個就出自拔萃女書院。3個人攞住辛苦得嚟嘅10A 成績單，面上不時流露出喜悅嘅笑容，仲即刻同其他取得9優成績嘅同學嚟個大合照。能夠攞到今日嘅美滿成績，讀理科嘅麥明詩話，最想多謝嘅都係一直為佢勞心勞力嘅父母。我爹哋就教書嘅，咁佢喺即係好多方面都俾我好多支持。我同佢講話，我唔夠練習做，咁佢即刻第二日就捧一大沓練習翻嚟俾我做咁樣，咁佢呢度都幫我好多啦。咁我媽咪咧就喺我study leave 嗰時候咧，因為我想全神專注讀書，咁佢就幫我即係 plan 好我每日去讀咩科咯，等我一啲都唔使煩惱咯。講到將來嘅理想，3個人就早已經定下目標。想做記者係因為有時我睇啲報道啦，即係譬如 Times 或者 Newsweek 呢啲咁嘅雜誌、新聞雜誌，咁我覺得佢哋真係寫得好好咯，好欣賞佢哋啲文筆，同埋好欣賞佢哋有勇氣去研究同埋報導真相啦。我自己就梗係想做啲可能會係從政方面啊，即係可能立法會啊，我嗰啲都有諗過。有可能去醫科咁樣，因為我覺得即係醫生圓滿濟世，好救世人好好咯，即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。除咗佢哋，皇仁書院亦都出咗一名考獲10優嘅男考生，佢對自己嘅成績感到喜出望外，又話目前未決定係咪參加拔尖計劃入大學。其實呢個我仲考慮緊，因為啲人就話拔尖可能可以慳翻年嘅時間啦，咁但係其實如果考高考亦未嘗唔係一個磨練啦。至於佢嘅媽媽就對個仔能夠考獲10優感到好驕傲。